再來關心第10會了後，中國國台辦是宣布10項對台的措施。咱的國安局就警示，這可能是中國要來介入咱年底的地方選舉。因為國民黨的副主席張英強就呼籲政府應該是愛來回應中國的善意。不過，咱的行政院長杜英台是批評講，中國大概攏反起反倒，顛倒是傷害到咱的產業。第10會了後，中國國台辦宣布10項涉台的做法，包含觀光旅遊、農漁產品，抑有兩岸交流，才引發關心。嚴國國安局13警示，逐擺拄到台灣選舉要到，中共就提出各類涉台的做法，恐驚加速中共介入選舉的工具。推動相關的一個兩岸的交流或經貿的交往，主要可能還是要跟中央政府來做接觸，那這樣政府才可以做相關的評估、規劃跟推動相關的一個交流，那而不是透過這種政黨交流來私相授受。蔡美干強調，中共甲在野黨交往有3層的目的，戰略上強調北京甲台海的核甲戰有主導權，政治層面是要甲台灣引導到一種結構的政治設定，經濟上要弱化台灣甲全球飛航供應鏈的合作，增加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。因為中方涉台的做法包含支持金門共用廈門新機場，因為陸委會是講牽涉金門廈門空襲停台的問題。金門上義機場跟跟那個響安機場是非常的近，幾乎空域是可以重疊的。我們希望說在安全上面，這個才是我們主要的考慮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是指示真緊來組成工作小組，完成落實中方涉台做法甲對接的單位。嚴國行政院長杜英台批評涉台10項做法是中國美麗幻想甲白話話。既然大陸表示了善意，那麼台灣的政府應該用善意來回應。至於接下來如何能夠落實，當然有很多細節需要雙方做溝通，國民黨也可以作為橋樑。用同樣的禮盒送來送去已經好幾次了，可是每一次它重要的時候就把它收回去，所以對我國的農產、漁產及各行各業都深受其害。總統府是強調，中方若真正有誠意，應該甲咱政府主管機關協商，這是兩岸未來發展會更健康、有特殊進行的上好方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